各位父老乡亲，通过前两期的讲呢，我们晓得上河说话了，相当古老他我们上古的语言他这唐代的诗词各方面呢，侪有密切的联系。实际搿里讲是包含着相当多的信息那么另一个呢，就是方言价值所在之处我们呢要努力保护传承而且了，在一个方言当中了，我也可以考察李章字体是啥辰光产生的那不相信老叶来讲讲看。呢个信息呢，你只归到方言里向有许许多多的一个叫历史个时代个信息了海。那譬如讲还讲的呢个信息，一个是本地个，还有一个呢可能你还有许许多多外来个语言你会吸收进来。你就讲一个本地个历史个我讲有那听听。譬如讲时节，普通话就是什么时间？时节，你当时你发本了。现在什么时间？我常就分着讲，啥辰光？现在啥辰光？辰光个。那么那个辰光，我讲辰光，用辰光来代替时间，就说明了保留了一个历史个信息。因为我中国传统老向来了，用那个24个小时呢，分为子丑寅卯12个时辰。所以归到我们的啥辰光？就是我保留了那个传统的一种中国对时间的一种概念。12个时辰个辰，光阴个光，一个是叫辰光。我对。好，一个字是相当有道理。我们是我听他讲，我讲我们小辰光个小辰光实际是那时候小时候。那你个外地人就听不懂，那还讲小辰光啥意思？是听啥的？还有了，我们对么子个称呼，称呼譬如番家、番姑，听说离个了，等我们古代有名的张骞出使西域的才有关系因为叫做古代人讲了，我们称哪代了？大家看个，叫做杨家将来叫番邦，十六番邦，这凡是我们中原大地之外的地方了，侪称番。是吧？那么所以说，这是各样大个两个品种，番姑，所以叫番姑的番家。对，那还有呢，譬如讲啥，就是说，还有一种称呼了，王老伯，我们叫吴老伯，吴老，现在吴，就一个吴字个，那个里向实际还是一个啥呢？还是一个时代个印记了，刻了啥呢？因为当时呢，我们的国家呢是以中药文化为主个，政治中心在让中药。那么中药以外个，包括实际是些少数民族地区，或者是西北部地区，或者东北部，我们一律称为叫胡人。胡人，所以归上我们拉个胡人叫胡人。因为是不，你这不是我好人，实际胡人不是我好人，是辣北方过来，我们称为胡人，是吧？那个胡为啥体呢？就是说我。只在中药以外个地方，我侪称为个是胡人个。那么这个么子把我用引申来了以后，那么我就称为胡老伯胡老、胡沙、胡景，有许许多多，就是这个那个里向这个历史个印记。所以各种方言里向，从个常熟个闲话里向，侬可以看到，不但是语言来让变化，实际个物种哪能介变化。还有个杨氏了，还有杨氏了。杨氏个么子呢？大多数应该是明清人光在，当然我才在称呼还。但是宁阳的我的养老倒是清朝后期了有的，以前是只有宁定呀，那么所以说叫做我的这个后来了的外代了有关系的，我的自家个人药，得这外来个人药不一样的。称呼也不一样，外来个称洋个，包括我们吃个葱，不是本地个葱，外来进来叫洋葱的，对，我还洋葱的，菜叫西洋菜，芹菜叫西芹菜，这个洋和西是。那只是吃个以外来洋丁、洋山、洋梅的，侪是一样，因为一个是西方国家才进来洋，我们中国当时我工业人叫发达呀，是啦，对个，就叫洋。
对个杨梅台倒是对个。杨梅台，现在大后期再弄梅台是我李长寿说。哎，不是，梅台是我的老式个。猪八九个，打后是当着点细一个，搿只等于后中。那么后来用这一根后上，叫杨梅台讲。杨梅台，但是这是杨梅台长寿人还，但是保留了2种称呼，一个是老个，我长寿中国传统原来是用梅台。但是现在杨梅台，就是西方个点后台有2种么子。杨个叫杨梅台。杨梅台，是了。洋山譬如讲长寿，不是他养个洋叶，当时个洋山是养个洋叶，是了。还有一个啦，像我这部机叫头部，头部，这个机器做出来个叫羊部。那譬如刚才我哋咱那两家头讲出那些都是福建浪向个么子，客家、用家，是了，搿当上的历史个印记。但是实际辣让我哋日常生活当中，我哋长寿闲话里向也有许许多多个当上里个历史个印记，包含着信息个。譬如讲啥，我哋长寿闲话里向称自家个男人，现在称爱人，我哋称为叫小国人。那么哪能叫小国人？小国人呢？是了，首先国人呢个称呼从历史上来讲是要到现在是周国个人叫国人，是了，要到宋朝以后才是这个慢慢叫那个弄到民间了，是归到那个叫金瓶梅啊、石斛的里啊，有啥国人、啥国人、李大国人、啥大国人、啥大国人是了。那么那个呢，就是到宋朝以后，那个国人那个称呼呢，造成那个民间了，但是只有大国人，是了，头人家个，是了。但是我长寿呢，恰恰每家人家侪称自家个，你个称自家男人叫小国人。那么为啥提称小国人呢？就是一方面就是说明了当时辰光我长寿因为是农村里向呢一些比较富裕个农家了，搿呢养了小人以后呢，搿要那个将来要替儿子讨生活呢，搿是要给现在给领一个童养税。另一个童养税呢，要领得呢，一般就是要比那个小人年纪要大一点点。头呢有2个要求，一个传统上向好说法，是了，年头1把米再活塞，年头2黄金铺麦地吉利好。另外一个呢，实际有个实际作用，就是那个小人，因为男个小，那么那个女个头，女个呢就是可以呢，实际照顾那个小人。甚至于到搿个童养税是非常普及，既要照顾男人，甚至于还要当然屋里向走许许多多家务，是了。那么在搿个情况之下，那么当将来结婚也当然是那个叫，就是男人年纪比较小，所以故意称为小国人。实际现在讲起来就是捆绑式个祭礼里，当时辰光，那个就是留下来个捆绑式个祭礼里那个印记，留到整个现在女人称那个自家男人叫小国人，这个一个称呼。今朝搿两家头呢来那个刚刚那个长寿闲话里向，我哋常规个叫讲章，我咱那两家头叫讲章。但是普通话里个不叫讲章，叫说话讲话。但是呢，我觉得呢，我哋长寿闲话讲章了，比说话讲话要高一个档次。那相信？我当然相信。为啥体这样讲呢？因为章本来就是有章法、有文采，但是呢，搿称为一篇文章。而实话讲话呢，情景之事呢，表达了每一种思想，记录下来，不一定是一篇文章。那么我长寿人呢，对自家因为要求比较高，我哋要求自家我哋讲闲话呢，力求要有别人讲记录下来呢，搿称为一篇文章，就是要拆开成章，就是要文雅，是啦。那么事实浪向搿几个那个叫讲闲话了，辣让那个朝廷里向讲闲话呢，就比较是文雅，所以可以让大臣向皇帝汇报，我哋称为奏章，是啦。文人写落笔写字称为文章，是啦。所以那个章呢是比搿个高雅交关着，是啦。老爷呢，刚才我就对个，离个长寿人讲话还讲章了，和长寿个历史文化了，根底深大有关系。搿倒是。那譬如说，首先呢，刚刚讲那个皇帝的大臣知性，大臣对得个人光了，给讲出来实话，当时要拆开成章。
对。那么我哋大家侪晓得，古代上朝的辰光啦，国有手里侪要捏块诏板，诏板主要派啥用场？是给朝廷上对得了上头写个要点提纲，搿啷家是写好个。但是给靠这个点要点提纲，给讲闲话辰光，给不可能样样一大篇像一张独张子弹发个。那么所以给讲出来个物件呢，是七开成章。长荣历史浪向出得8个长牛，480多名进士，朝廷为国同时对打。特指给到高老万象或者中间指示回到屋里，努力一个七开成章个风气了，打着了，而且也是使我哋长荣乡里百姓了相当启蒙个，说明给这个江湖水平了是我哋学的个啊。现在我哋看上电视台浪向外交部发言人搿种讲章，我哋侪服服帖帖个啊，对，是长荣呢，历来是从繁。对读书相当重要，啊，清代有个知名诗人沈鸟祥，曾经描述我哋家乡个当中了，该最良几十五，莫笑耕夫斗识字，良士别有读书的，啊，这说明我哋长荣诗理耕读之家相当多，啊，对理个文章，对能给讲述像文章那讲滔滔不绝了。相当重要的，所以理个呢是也是我哋长荣讲章理个闲话个出点。但是呢，苏州人呢，辣长荣靠近苏州一大地方呢，搿副叫广闸，搿还有一个来历，叫广闸。对个。是啦，我哋城里向我哋叫广闸，搿是叫广闸。那么广闸也有道理个，是啦。当时我也考了考材料，广闸就是说牛朝末年呢，里个张士诚的起义，是啦。那么从里个收北呢，当到里个苏州，当到苏州以后呢，就是辣实际个张荣里打辣苏州里个区域里向个了。那么张士诚呢，还蛮里个减轻么赋税，兴修么水利，是啦，关心么老百姓个生活，是归老百姓呢对个到蛮感激个。但是现在呢，主要桩呢就是拿里个叫灭脱里个张士诚，张士诚呢死脱之后呢，老百姓呢怀念里个张士诚，所以归到呢。新国已经进入了明朝噻，但是呢，老百姓思想还经常要怀念张士诚，一直辣海讲张士诚个好处，所以我叫讲章，是啦。但是有时候我想着想呢，我的讲章比讲章早呀，为啥体呢？因为讲章是明朝噻呀，朱元璋统一这里个中国，建立这明朝，要张士诚死脱这以后了，才是讲章的说法。对。那么张士诚死个蛮点呢？那么叫啥呢？不叫讲章，那么肯定叫讲章。至少就是说，我长荣个讲章比长荣个讲章比苏州人个讲章更加接近或者更加具有历史闲话个肉创性，再近，保留一个本意，能够对，所以叫讲章。所以我也考了，实际上到明朝或者清朝后期，我哋有许多方言小说，里向也不叫讲章。叫讲章，譬如讲《九尾龟》《雪铺巢》里些方言小说里向，就是像讲章，就是我长荣话讲章，想讲是我长荣话，真是糟个呀！那啥个呢？一讲了，看来我哋长荣人侬讲闲话叫讲章了，历史悠。看来我哋长荣人侬讲闲话叫讲章了，历史悠久。不够啊！老百姓生活当中呢，还要讲出来，不是全是讲章。大家也讲闲话，早叫讲闲话。但是呢，长荣有个对讲述了相当好的说法，叫势无等等。势无等等呢，我考下来了，跟长荣人对平台相当喜欢有关系。平台里个女人呢是出自苏州，但是平台。讲第一世母的呢，辣长荣，说明长荣人了，听说了相当欢喜。那么诗给诗呢，相当讲究语言识表，真的是相当才是好的。所以所以离个事物等等了，实际是等于一个是学术，第二个一段意思是很有文化。理个不是老讲，侪是书上有的，所以叫事物等等啊。那么说到这里点呢，
我认为还有人辣老百姓当中讲闲话了，现在我不是搿能讲个啦，叫啥呢？叫讲闲话啊，有当时譬如辣港台呢叫下巴气啊对，那么还有讲下头台气咯，像那个老年三过劲咯，搿能哈瓦浪当中说话了，弄进开了蛮多个。那么实际呢，因为辣浪现实生活当中。我哋常人人了已经总结出来，那真正才要走到虚无缈缈、讲章呢，也有一定难度。所以甚至还有一个一个人闭着耳朵，那么这种文字呢想不出的，不过辣浪日常生活当中呢留着的相当广，生活当中蛮相当广。里头呢就牵到我哋常说闲话。搿个生命力是相当强的，搿个内涵是相当丰富的。中国由于搿个书面语言得着统一标准化的推广流行，以历史的要求呢，丝毫对闲话了，已经没办法用正确的文字来表达。但是历史上呢有个。我还是会想着里个嘞，那譬如讲是常说闲话、历史闲话里向民间的草根里，还有更深实在。那讲讲譬如。下气，下巴气，下那个头台气，一个气字，就说明个常人在里做石头话了、航空话了，几乎各种那个药，一个气字已经体现出来，这实个一种感情。对还有一个啦，八正这嘎子一本正经侪是空话，叫实过话，只要走过个。能讲个老百姓的种闲话不来个，叫实过话。对，潮南还有因为走过潮南个，我还要叫潮南闲话。实过话跟潮南闲话了是一个意思。一个意思。那么今朝差不多这样哇。今朝也差不多这样哇。差不多这样那下趟再。上一场呢，我哋讲这里个好讲章，常说闲话呢就是说话叫讲章，那么学说话呢叫学讲章。那么今朝呢，就是说，既然要学说话呢，搿里是要学那个，那个章法是要学会的。那么常说闲话有许许多多个特点，生动古老年轻有许许多多。但是常说闲话上有一桩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个富有神人味，啦。特别是对一些动物的称呼，譬如讲搿里对那个羊的称呼，对猪的称呼，对鸭的称呼。对神个称呼，对神个称呼，侪是像搭称呼人一式一样的。搿里现在呢，称伊称小人，第二个小宝宝，啦，称里搿叫譬如青梅儿了，发海个名字个，发海个一个是个，搿里向带一个肉根，叫小肉肉，有个里根叫小里里。但是搿里对里里几样动物个称呼也是搿个，称羊叫羊妈妈，称猪叫猪囡囡，称神叫神宝宝。称叫阿溜溜，是啦，非常融洽后言，实际上向就是现在提倡后言，作为神意志的后言，我常个人让你里向就体现出来，非常后言。那不讲呢，我倒要复杂。那一讲到我想到顶尖，根本老爷，离个出点羊妈妈猪囡囡，还有啥讲章的？搿当然有关系个了，是因为里点那个我的其他个力量上动物了，实际是我至少是我南方地区、当然市乡地区，我的首先饲养个，是啦。因为在此以前，所有个动物侪是野生的，野生搿只以后呢，就是说，辣我南方就是这些动物呢，首先拨我的上来饲养如有个呢，你个叫。这个公鸡那里个叫为上来服务，是归上那里这个是充满感情的，是啦，是归上那里这个称呼的。搿能啥个能讲着了？既然我所晓得，我里历史浪向人类羊、马是也早过。对个，马、牛我里人类侪是比较早个。那么为啥人我里连对马呢、牛都复杂个呢？那么就是我刚才讲个，那个搭地域有关系个，方言搿是地域性个，对了。我常熟地区是江南市乡，江南市乡搿对里几样动物是先适应。譬如讲鸡，搿为啥体鸡也对搿个养了？但是鸡肯定是因为我江南市乡养阿溜溜搿是先，而且是养得多。当时辰光，现在是看那是鸡多，但是当时辰光开始肯定是阿溜溜多，所以叫阿溜。
那讲着搿点上那个牛呢马，确实是那个牛呢马呢，那个叫我哋上来饲养还是比较早个，有生产年。但是搿里个马呢，牛主要是辣辣北方，我哋有生产年叫百足万牛。百足万牛就是里生产年就讲个啥呢？当时辰光就是有一个人叫宁采，南京的称为简单称为宁了，就是宁采。搿呢，因为呢，首先就是能给侬里个野生个牛教养起来，所以关系到当时了不起啊，了不得个事体，所以关系到还是当时个朝廷封为上卿，封为州察头国，不是啦？所以关系到有啥搿桩事体。那么马呢，当时一只马个，像你讲舟山，不是啦？八路相马，不是啦？八路搿辰光已经是也是辣让里个秦朝在秦穆公辰光在，不是啦？搿是说明就是说。牛马，实际个对我哋上来，当我哋上来个关系还是比较亲近，但是就是因为地域关系，个主要是辣北方，主要辣北方。当我长寿呢，当我江南思想里就相对是有一点，因为我江南思想主要用水工具是石，不是马，牛饲牛是用那个钢钿窑个，但是因为牛养只牛个饲料蛮结棍。当时辰光，农村里向个贫下中农，大多数农户是不给牛个，是啦。所以关系到这养只羊倒是有个，是啦。养只猪有个，所以关系对猪对羊个亲密头了，比那个叫出得头去那个牛，倒反而更亲密。但是我哋不重视牛，我哋对牛是非常尊敬。对个，是非常尊敬。传统浪向了，对牛是相当尊重的。每年开春来讲，要耕地用了牛，当然，搿个地主人家、富农人家嘛，给得起，搿要扎个，而且还要饲料里向了，要不好的饲料该吃，不说是还要靠鸡蛋，黄豆的鸡蛋靠还得来。那么要走清明了，还要牵着牛出开，地头浪嘛踏踏。那个我哋讲起来要对敲子，让要扩松扩松。让新草让给线上。这个是能讲了，那个是敬重，那个是敬重，所以这个称呼啦，没那个亚妈妈之类的，亲一在，是那个实际也体现在一个方言的一个地域浪向个生。长寿闲话呢是一种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搿个长寿闲话里向的包含了不少个历史文化、这地域文化的一种信息。我来当然今朝呢就来讲讲呢个问题。那么长寿闲话里向，譬如讲啥啊，最简单个，我哋称医生的叫郎中。而且呢，郎中以外，我哋一般人农村里还还叫郎中先生。那么呢个为啥体会有啥个样子来个呢？呢个里向就直接到我长寿搿种历史文化，直接到我长寿搿种民族。因为郎中呢个名字呢，原来呢，这是春秋辰光就有个是种国职。给专门管皇室里向的一些具体事务的，到后朝辰光呢，曾经有一个官，这个官叫郎中令，你看看历史书就晓得的。郎中令也是负责替那个皇室里向的官员，哪能讲那个安排生活起居的。那么因为搿里个替皇室安排起居的，葛么搿是比较那个叫这个高贵的。那么我们长寿人呢，就是说，侬一个医生呢，非常那个叫。科中是归呢，也称为郎中。那个称为郎中，实际我看了看，大概从宋朝开始，那个历史文化，从宋朝开始，我们长寿人就称为郎中。那么呢，郎中以外，我长寿人比外地再多一个叫郎中先生。因为先生呢，就是说明我长寿人在这个郎中有个啥看法呢？搿是比较有文化的有文化的。那么事实浪向，我长寿历史浪向呢，确实出过许多有文化的医生。譬如说，明朝辰光有一个大医生叫苗希勇，那个医生呢，搿不但医术高明，写过么的不少那个医药的书，譬如讲说那个叫《本草》，连续走那个经济，是了，这到现在个成就是中医浪向的一个经典之作，而且个文化非常好，周人非常高，所以归到了9年那个中央那个八家广场里向称为大国医。那么这个样子，一种医生呢，就一代传下来，就我长寿人对医生呢，不但医术高明，而且有文化，是归我们称为郎中先生。
哦，那么哎，那么那个有个唐国啥的？唐国唐国也有个唐国就反映了我藏族的一种民族风情。啥呢？因为过去我的藏族，特别是江南一带的建筑了，搿侪是平房。过去是平房，因为我中国的民族建筑呢是周末节改，来往比较少，当时侪是平房。那么搿只是一进式，有几进，一开一几进进式。那么一般前面个几进呢，我哋称为一个堂，用来呢接待客人或者处理一些别当的事体。后头个呢称为室，室呢就是一般就是室，而把里个主人个生活起居辣浪后头个。那么一般客人来就辣堂个。那么堂国就是现在讲起叫服务业，服务业呢就一般就辣门里接待个酒店小商务个，现在个富豪新开个。小姐呢，太太个房间里拿了变新开那个的，所以关到了。过去再讲过去个店呢是前店后房，门前就是接待开店，后头是走那个直接走那个叫产品，所以归到堂国服务业在了门前，所以归到我哋就称为堂国噻。哦，哎，是搿个意思，不晓得。那当然讲的了，我倒要想了讲，我哋常州有两个名字也蛮得出个，一个呢叫造饭部。造饭，哎，真是。他的这个木部叫造饭部。哎，现在小朋友不晓得个在。是吧？那还有我哋常州放吃饭辰光放筷个是加上了，叫筷子笼。筷子笼，一般小朋友中国叫筷笼嘛，筷笼才能弄个筷子。哎，来，里两个名字了，也有历史悠久。哦。哎，因为我哋江南个人讲了，以前搿讲话侪烧啥口呢？用灶个。灶头。啊，一副灶台上向呢，侪要有个灶家老爷。灶家老爷到现在大家侪晓得，在廿四也要有个灶家老爷事体，对。那么灶家老爷呢，实际辣灶台上呢有一只神龛，是一只窟窿，里向边放个老爷。那么搿个老爷呢，那一般看不大见。我哋小辰光要掂着脚掂望来望去望不见，为啥原因呢？搿上头了有张纸台躺了啦，躺木这个。那么最早辰光呢，不是用纸台。用一块布，那么我哋习惯了是鼓浪小趟个布呢叫帆，那么搿块布呢是叫造帆，因为过了灶家老爷搿个门前叫造帆。那么后来了布不用再生活习惯个改热，慢慢叫变质，变热工呢是用张纸台，那搿块布变成斗台后在了，斗台后侬下来放了灶台上呢，常州人了生活情节这样，侬过来呢。是开始登了灶台上卡台木凳、灶叶桌、锅盖大锅子，侪用搿块木筋卡。那么搿块呢是叫造饭部，造饭。上个人这样个。啥个呢？出来对。那么里头筷子笼呢，跟我的史相都有关系的。对。筷是一个筷字，上头有个竹立台；纸一个折字，上头有个竹立台；草字台是纸这个纸，竹立台是别着。一个纸是等于我哋现在吃个筷一样。那么开代年间呢，大家侪用筷市面年间呢，分多呢是叫纸，实际筷和纸好像两块牌子一套板子，讲个么子是一样的来劲，一个玩鸭店，一个炒肝店。那么放里个筷搿只盒子了呢？为啥叫筷子笼呢？搿里讲一点巧开在因为。我哋江南搿讲交通了，侪是以蛇为主。蛇呢要神风神势，叉子棚呢侪要跨。因为它跨个里向了，有场是为出事体个，搿文跨是出事体个，所以呢，有场是蛇要慢下来，是要直。大家在听个啥呢？一讲谁晓得讲？搿里讲是开年浪向是讲讨巧不讨巧，啥辰光该应用啥个应。开菜你啥？对，咱你开菜，对。那么，所以搿只放筷个盒子啦，是叫筷子笼，是啥呢？对嘞，里讲实际侪可以看出我哋江南民风民族个历史悠久，里向侪包含来。我里个里向秘密了还有嘞，筷子笼，伊是快，伊是说明辣行手搿辰光了，要又快又慢。该快个辰光快，该慢个辰光慢。张字要有头，是啦，不是
一直顺风呢是要到底个 flag， 是了，一个到也说明个常说你懂你个道理。常说闲话呢，除了里个叫包含里个叫历史文化个地方民族个一种信息以外，而且个常说闲话呢，不要看透没透，搿个科学性都蛮强，而且实际上有许多闲话了，甚至比普通话里向个用词更加里个精确。有几个例子呢，听听啊。好，那个。譬如讲啥，我哋常说人讲上周下周，常说人听得懂噶。上周就是上半日，白天个上半日，下周是下半日，是啦。但是我哋不讲下半天，不讲上半天，我哋要讲上周下周。为啥体呢？因为周是相对夜。一天是24个小时，12个小时是周，12个小时是夜。那么上周就是白天一个，上在白的；下周是白天一个，下在白的。如果说的上半天、下半天，那么我咱们自然国际讲上就是一天24个小时，上半天就是满一个12个小时，下半天就是下来个12个小时。所以我常说你讲上周下周是非常正确的。那对个，那上那一讲我还想了两个字，譬如我哋在个天朗个那亮啊，常人叫亮的，我哋常叫亮的，今朝有亮的，今朝没亮的。搿里讲也相当科学，我认为常人个讲法比较精准。因为离个天朗离只那亮啊，应该讲是始终存在的。那么当搿只有看得见人光。搿个那亮是亮着出来的，是叫亮的。对。那不亮出来，那看不见个，人家认为那个。古代人光肉眼哪能看见？但是搿里个叫，就是从搿里搿叫那个历史上向就晓得，实际浪向就是搿是宇宙里向星球节奏必然产生的。但是搿总归辣浪空间搿回事浪向，轨道浪总归辣浪。对。那么那譬如说，我哋讲起来，我白，你个我亮是亮了，摇荡荡特别对的。反而阴雨那是看不见的，搿我是不亮出来的。但是用个像还是有。但是搿讲光呢，去讲上头白。对。所以你个我亮你个说法，那么想了的你个呢，还有一个是啦，还有一个是啥个呢？叫楼市。我里常人喊私楼。首先楼，我听那侪晓得。严格点来讲呢，搿是一只硬体动物。分类属于贝类，辣浪贝类里向对了，有人外壳搿是，那么有各式各样的楼，受侬我里简单点生活当中，头个浪电里向个叫电楼，小来一点点个，寄生虫，血中寄生来一个叫顶楼，对。几年饭店里还有发肉楼，搿个没听了，首先搿是先是一只楼是一个归类。对。上头再提个一个修饰字来修饰你个名字，那是个楼市的了，是提头龙讲。那譬如我再举两个例子呢，侬楼市来讲，楼市顶根本不是吃个楼市的。对，楼市毛，我这搿都两样不是动物的，所以由此可见，我哋常说人个私楼两个字，侬私来定你个楼个概念，精准到位。这样子。那讲了精准到位，我要发展这个名字精准到位。常说人有许多形容词、动词，搿也非常里个非常精准个了。譬如讲啥？还有力气，普通话有没有力气？我哋常人讲还有气嘞。搿是当然是要有气了才有力哇。对，气也没在哪里把这个来力的，对吧？我搿里叫气嘞。再讲非是讲啥？热闹，普通话里热闹，搿里常说闹热。一闹半日个，几个人大家是一闹嘛，就跟基本就热力在一样，是了，就叫闹热呀。那个还有，普通话叫灵活，常人闲话叫活灵。对。一个人是个佛，哪能灵得着呢？不灵在哇，好吧？所以你搿闲话兜了，你讲提出来例子了，相当对。哎呀，老爷，今朝时间差不多，我可能今朝暂时讲到了啦，下趟再来。大家再会，再会。